好啦，這就為你量身打造一篇吸引人的別墅推薦口播稿。生成結果，我的天納，這套港風別墅簡直戳中了我的心巴。朋友，如果你也在找一處有格調、空間又大的度假屋，聽我粵中山三鄉這套雙拼別墅真的不能錯過。業主當初可是花了足足70萬精心打造，純正的港人裝修風格，每一處細節都透着品味。房子贈送面積多到讓你驚喜，私家車庫直接入戶，方便又私密。更貼心的是，它還可以加裝電梯，未來生活完全不用愁。現在業主因為出國發展，真的是忍痛割愛，位置更是絕了，交通超級便利。想去香港澳門喝個下午茶、購個物，簡直分分鐘的事。想象一下，在自家陽台喝咖啡、看風景的悠閒，這才是真正的度假生活啊！機會難得，錯過可能就真沒了。趕緊點擊了解一下吧，說不定這就是你一直在等的夢中情宅。